受到寒流甲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全台为昨暗到今仔早起拢0°C，正有耶诞节气氛。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南投的中寮，干那3°3，台北市嘛降到剩8°3，创下入冬以来上低气温。所落来明仔载开始寒流的慢慢啊减弱，水汽会增加，变做湿湿冷冷的天气。 过圣诞节即天，路上的民众包甲目睭睭，因为日当上强寒流加上辐射冷却，日夜温差大，北部参东北部天气拢真冷。气象局讲，这种大冷天气，直到今仔日2日开始寒流会减弱，不过水汽会增加。一直到星期一、星期二都是一个逐步回暖的一个天气。那到了星期三开始，下一波东北季风会到达我们台湾附近。 所以北部的温度会稍微的再下降一点点。气象局嘛指出，因为冷空气到日湿会减弱，温度小可会回升。不过暗时到2日透早，局部空旷的所在，亲像新竹、苗栗、瓦山区、中南部瓦山区等所在，也是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温度。呼吁民众要注意穿较少的。拜三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有个影响到关丹。我们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。 至少云量都是会比较多的一个情形，而且可能也会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雨发生，所以看到曙光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。预报员表示，2月开始，还有东北季风来到，会影响到下年暝。北部地区差不多伫15度左右，会有水汽，分量嘛会增加。民众若想要看到新年上早的麻母仔光，中南部地区较有机会。记者陈立凯台北采访报道。